半央授权客家名录学简，每日一项语成本。客家备战会主任备战古寿会10月26號伫台北中正紀念堂兩堂間日本廣場參加2025台北客家移民紀念日主旨台典，主題感謝移民勝利留下來好山好水，未鼓勵大家愛留台灣一片土地，世代流傳本子孫，向下背負愛掉嘅家珍老理念。同時傳承淡江嘅客家文化。另外，客委會副主任備戰范祖明未來到高雄市寶塚移民廟廣場參加奉新時節子，再現移民本前因太淡及秋季祭典，場面熱鬧澎。今年圖台北總統邀請全台灣23間奉祀移民者老總統公嘅公廟參加。高雄每次總就34組嘅團體，不論南北，都係鬧熱戰戰。以上係客家名錄學簡嘅報道。接下來要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項語，就係共廟。當到共廟來參加今年嘅移民祭典。當到共廟來參加今年嘅移民祭典。你學過嗎？下禮拜講來聊。